而家咧電話旁邊咧已經接通咗劉夢熊啦。咁樣早晨啊，早晨劉夢熊，早晨啊，阿劉大炮，早晨，唉，多謝接受我哋嘅訪問咁樣。咁呢度有我黃洋達喺度，阿毓民都喺度。係啊，仲有咁啊，仲有萬必喺度。咁啊，想問問你啦。就問你對於琴日即係咧就好多城市論壇發炮係啦，傳媒就關注你嘅講法啦，咁樣就話咧收到個消息，就話咧有人就要求其他政協就唔好投票俾 CY， 就希望佢當選唔到，又或者係低票當選。跟住阿陳永琪其實回應咗你嘅喎。我睇到佢回應啦，我聽到佢嘅回應啦，喺電視嗰度。其實咧佢嘅回應咧就黑黑證實咗。即係呢個嗰啲傳言啊係真嘅，點解咧？嗱，其實關於嗰個佢搞個小動作嘅嘢咧，並非我向傳媒指控，亦都唔係我向傳媒踢爆嘅，係即係前晚嘅大概9點鐘度咧，明報記者打電話嚟打幾次問我，佢話佢哋收到咁嘅風，話陳永琪咧嚟講去撥一啲即係政協，就話喺嗰個。投票嗰個選委投票嘅時候咧，因為佢有55席啊嘛，咁就最低嗰4席裏邊嚟講咧係做臨記，即係出年10月咧就呢個要執包袱噶啦。咁變咗咧就係佢就係希望咧，即係啲人投票嘅時候嚟講咧，唔好投俾阿梁振英。咁等到梁振英咧，就算係做到選委都好啦，都係低票當選。咁樣咁所持嘅理由咧係乜嘢咧？咁樣咁就係大致上就係話。即係佢喺電視裏邊回應我所講嗰啲嘢，咁但係其實即係明報記者問我嘅時候咧，我就話呢個我唔清楚喎，因為點解咧？我係循宗教界裏邊咧孔教嗰度咧出線去做選委嘅，我都冇報名去政協嗰度，而且我挺梁嗰個立場係眾所周知旗幟鮮明嘅，咁所以就算係做咩工作都唔會做到我頭上啦咁，咁可唔可以幫手求證下咁樣？我話得，咁樣我睇下我。幫手求證下啦咁，然後由夜晚9點到9點半之間咧，我就打咗幾個電話去問，咁啊有2個人咧選呢個政協委員嚟嘅，係同我證實確有其事。咁喺9點半嘅時候咧，我慎重起見，當時我又見到我同阿 CY 喺一齊，咁我就問佢，佢亦都嚟講話係即係收到嗰封咧確有其事咁樣，咁然後我先至咧。打電話9點半嘅時候先打電話俾翻明報嗰記者，我話你叫我幫手求證一件事咧，我而家去了解過，話真有其事咁樣，係咁啫嘛。咁跟住又問我，咁你點睇啊？咁樣咁話，我話我點睇？好簡單一樣嘢啫，政協者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也啊嘛，咁即係人民政協啊嘛，咁啊人民政協應該心裏邊裝住人民，裝住民意。民心先啱噶嘛？我點解到而家香港大學、浸會大學，包括不久前嘅教聯會嗰個民意調查，都係梁振英嘅民望遠遠拋離呢個唐英年嘅？你憑乜嘢喺小圈子多小圈子裏邊咧，仲搞小動作嚟講將佢壓低落嚟咧？係嘛？呢個就無非就係想打擊佢嘅民望啫。我話做咧，喂阿劉，即係不得之行為。喂劉夢兄，你頭先講，再者從嗰個理據上邊。有冇選舉法規定話你參選特首就唔可以即係參選嗰個選委？我上屆阿梁家傑本身嚟講咧都係選委，佢係參選特首，又唔見阿奇哥去插人哋，啱唔啱啊？你阿奇哥陳永琪本身裏邊咧，當年參選第9屆全國人大呢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港區代表嘅時候，不要忘記你本身都係推委會嘅委員，係自己選自己，咁你自己裏邊都係嘛有樣板喺度啦，你有咩資格去教訓人哋先？再何況國家主席胡錦濤，咁憲法規定國家主席由全國人大選出，咁胡錦濤又係人大代表喎，咁你奇哥應該膽粗粗去勸下咧中央領導人，喂大方啲啦，呢個唔好貪小便宜啦。你話放棄嗰個人大代表嘅資格啦，咁啦，你咁叫人哋？喂劉生，即係總言之講起上嚟咧，真係插唔到就完全係冇法理依據，只不過就係話，聽唔到我哋講嘢。想拉低人嘅民望咧，就咁嘅做法咧，揸住個電話，係不君之所為咯。唔係劉生，你呢個講法就即係話，電視裏邊咧就好笑啦，就回應我，
無端端咧就話我等佢講完先。咁講法係咩？由你等佢講完先。其實由一好都唔係我講嘅，只不過記者叫我幫手求證，我去求證過話確有其事。關於事實本身，我只係講過4個字話確有其事，係呢個去問過啦咁樣。咁評論就係我評論嘅，啱唔啱啊？但係佢琴日自己幾個電視台裏邊嘅回應嘅時候咧，就話第一屆選舉特首嘅時候咧，呢個董建華、吳江正、楊鐵良啊，佢哋都冇參選選委啊，光明磊落啊，好君子啊，好大方啊，係嘛？唔係走去逐寸爭奪啦，唔係貪小便宜啊！即係換言之，佢個回應咧。老實講，如果真係冇做過，冇講過嘢嘅時候，佢一句話劉夢講嘅嘢都唔係事實，我冇講過。佢而家話你誇大其詞啫。好收工。但問題嚟講，佢講後邊畫蛇添足一大堆咧，就黑證明咗佢真係有咁多嘅即係立場同埋咁去講噶嘛。但係根據你頭先個講法，其實即係就算選委自己選翻自己，你引用到嘅人大啊、胡錦濤嘅例子，即係呢個都係合乎中國國情嘅，你認為？唔係你中國國情好港情好，你唔好忘記我頭頭有提到一樣嘢。上一屆阿梁家傑挑戰煲呔曾嘅時候咧，係嘛？梁家傑佢本身亦都係選委，亦都係參選特首，即係呢啲變咗冇人當時去就插呢樣嘢㗎，你知唔知啊？即係所以呢個陳永琪嘅講法咧，根本就雞蛋裏邊挑骨頭，不知所謂。其實譬如何俊仁啊、馮檢基佢自己都係當然選委啦，因為佢係立法會議員，咁亦都唔係話一定入到閘㗎嘛。咁好啦，我選委何俊仁好，佢本身就當然選委又參選特首，唔見啊陳永琪去插呢兩位係嘛？呢個係嘛？就做咩唔大方啲啊？做咩貪小便宜啊？又唔見佢話你呢個講針對呢個建制派嘅梁振英喎。劉夢熊，呢啲咪就係。劉夢熊，我係毓民啊！喂，你聽唔聽到我哋講嘢啊？喂，你聽唔聽到我哋講嘅？你俾我哋講下得唔得咧？你係一路揸住個電話一輪嘴咁，你又唔俾人講嘅咧？咁得意嘅咧？嗱，我話俾你聽，你呢個咧就叫做比爾不倫。如果你話梁家傑當初佢係選委嘅身份，佢個選委因為佢係立法會議員，佢係當然選委嚟噶嘛。而家佢陳永琪嗰個做法就係認為你 CY 唔應該去選委啊嘛，你明唔明啊？即係嗰兩個唔同嘅層次嚟噶嘛，搞下你都根本就大家都偷換概念混為一談。你包括馮檢基又好，何俊仁都好，佢作為立法會議員，佢本身就係選委，咁你即係叫佢唔好去選特首啫嘛，你咪叫佢唔好去選委啊嘛，係咪？但係而家陳永琪去質疑呢個梁振英嗰個咧。就係佢唔應該選委會嚟㗎嘛？香港嘅法治社會有冇規定嗰個選舉委員會嘅條例係話冇規定？但係你呢個比喻有問題咯，大佬你個比喻有問題，冇話有規定，但係個比喻有問題啊嘛。如果冇咁樣嘅規定嘅話咧，咁就係合法嘅。我都認為合法嘅，自己選自己都啱嘅。何以成為問題咧？梗唔係，我都覺得唔係成為問題。不過你舉個例，舉佢哋呢幾個舉錯咗咁解嘅啫，即係好簡單。即係你舉人大，唔係舉錯計啊！咁啊，你陳永琪本身，你只要將人大，陳永琪嗰個就啱字眼。喂，陳永琪嗰個嗱，你舉陳永琪嗰個就啱。9屆人大代表港區代表嘅時候，所以唔好搞錯啊，劉生。委員啦，你明唔明白啊？咁本身嚟講，你又係推委會成員，又選人大代表，咁佢亦都多選9屆人大代表啦。唔係，即係呢個啱嚟講，呢一樣嘢啊，佢自己都曾經實踐過。而家只不過就將人大兩個字改為特首兩個字，咁又有咩唔妥咧？唔係你講陳永琪呢個講法係啱嘅，你即係因為你批評佢咁樣講法係啱，因為佢話即係當初吳江正或者呢個楊鐵良、董建華佢哋都冇去選委，咁你即係而家你批評梁振英呢個係唔啱，即係用呢個嚟批評梁振英嘅話咧，咁你就批評翻自己先啦，因為你自己選人大代表嘅時候呢個個問題啊，佢直情話人哋咁樣做咧就好大很大方係嘛，很光明磊落。很君子，冇貪小便宜。好啦，喂，冇逐，同你講到呢度啦，大佬。好啦，梁振英同你講到呢度啦。OK，拜拜。你唔問下個 CY 夠唔夠票？唔係佢講嚟講去三幅皮嘅呢條友，係咪？即係而且個比喻不倫啊嘛。你呢個比喻又啱啱我頭先咪踢爆佢咯。即係你如果你話馮檢基話呢個何俊仁咁，即係話佢哋唔應該選特首嘛？呢個係你明唔明？你個比喻係錯啊嘛。但係而家佢陳永琪質疑你就話你應該大方少少，你唔應該去選委，唔應該去選委啊，大佬係咪？選咗選委之後，你再投翻票俾自己啊嘛。佢認為係咁。但係如果我有選委身份，我投票俾自己有咩問題啫？即係等於我哋去投票，
九西，我係九西嘅選民，我梗係投票俾我自己啦，我唔通好大方選呢個即係梁美芬啊？算嘅你都真係。唔通我調咗喺隔離區登記選民啊？民主選舉咪仲有佢頭先嗰啲舉例咧，即係好多人都聽唔明嘅。佢話即係全國政協咧就係全國政治協商會議，咁嗰個咧就一定要反映民意嘅，承載民意啊，承載人民。翻屋企瞓覺啦！全國政協係共產黨嘅橡皮圖章嚟嘛？食物橡皮圖章都唔算，講句難聽啲，全國政協係共產黨廁所裏邊嘅花瓶，衰過橡皮圖章。橡皮圖章就人大代表，所以啲友成喺度搏懵，係咪？好似佢呢啲係中意喺度狗噏，係咪？你擺明係搏懵咩？全國政協承載民意，所以而家民意調查咁高咧，你係全國政協就應該支持唐英年啦，咁你唔想喺度宣傳，即係幫阿梁振英做宣傳，但係都係錯啊嘛！全國政協承載乜春民意咧？連人大代表都唔係，全國人大代表都唔係人民選出嚟嘅，啱唔啱先？所以呢啲所以呢啲所謂建制派咧，又話叫做建制派嘅炮手，屌自己打飛機嘅炮手，呢啲係。太翹氣，唔係你佢嗰個佢唔講全國政協代表人民，我都冇咁興啊嘛。嗱，我想話俾佢聽，真正代表人民係咩？1949年嘅全國政協，即係話之前嗰個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嘅全國政治協商會議就產生中央人民政府。當時中央人民政府嘅成員，共產黨佔嘅比例係好少嘅。呢個就毛澤東喺度玩呢啲把戲啊嘛。跟住就取消埋你政協作為一個政府嘅，即係一個產生政府嘅機構啦嘛，先至有全國人大嘅出現啊嘛。咁人大佢頭先話胡錦濤自己係人大代表，跟住又選國家主席，你又係喺度狗噏。胡錦濤嗰個國家主席係由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大佬先喺嗰個即係喺呢個即係全國代表大會產生咗嗰個即係中央委員產生政治局再產生政治局常委，然後大家度分贓噶嘛，大佬啊，好啦，分咗之後，好似而家習近平喺出年18大，佢係總書記選咗入去中央委員先，跟住政治局，跟住政治局常委，跟住就政治局常委排第一做咗總書記之後，跟住咧就根據呢一個咁嘅結果，就然後開一次人大，大家行禮如儀做橡皮圖章，就大家投票俾呢個胡錦濤做國家主席，或者投票俾呢個習近平做國家主席，係咁樣嚟㗎嘛，大佬又喺度狗噏嗱，所以呢啲咧，你睇到劉夢熊咧，平時就喺度扮晒英勇，講嚟講去，你又脫離唔到共產黨嗰一套，你明唔明？即係所以係唯一我哋先可以踢爆佢嘅。你講人大代表，講胡錦濤係人大代表選翻自己做國家主席，你真係疏地嘅真係，由人大代表選嘅咩？係共產黨黨代表大會產生中央委員產生政治局產生政治局常委，然後排咗個9個政治局常委裏邊咧，就照排名，第一嗰個做國家主席，排名第二嗰個人大委員長，第三嗰個國務院總理，如此類推。所有國家嘅黨政軍全部就控制喺呢9條契弟身上，呢啲叫寡頭獨裁集團共產黨，係咪？嗱，呢啲我哋3分鐘就可以 KO 佢㗎啦，如果係嗰兩論壇。聽唔切就聽重溫，而家可以講。